台南市政府重视校园周边人行空间及维护学校师生通行安全，经公务局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经费，辟建及改善学校通学步道，目前已改善达35所学校，总经费达3.9亿元。通学步道改善工程项目从放学动线、可利用空间及周边通行安全开始检讨，并汇整多方专业意见及需求后，增设行人庇护岛、行人专用石像及专用号志等工程，提升校园周边师生行人交通安全。文园国小周围也建置通学步道，并优化道路。路口的行人专用石像透过号志管控，将行人与车辆通行时间完全区隔，对行人安全更有保障。丽人国小建置354公尺通学步道，维持原有行车动线，学校围墙重建并适当退缩，增加步道宽度，确保学童与行车空间分离。台南市政府推动人本交通，不遗余力，也将人行步道连接至社区，成为周遭居民的散步空间，提升行人安全，打造一个安全、安心、有爱无碍的通学步道。台南市中西区临安桥在民国75年兴建至今，为改善临安桥结构安全，并完成运河游船计划，台南市政府向交通部争取经费或全额补助5亿元，工程于111年7月15日开工，新桥预计于今年2024年底完工。那整个的工程施工完成以后，其实它包括梁底的高层有抬高。那因为台南运河的话，其实有通行这一个船舶所以梁底抬高以后其实在整个运河的油气功能上面其实压迫感就会比较不会那么高然后另外就是说通洪的断面也会提升。那整体的这一个包括这一个承载力跟这个耐震力其实都会提升我想一定可以提供给这一个我们台南市这一个南北向这个属于南北向的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改建后，桥长总长含引道约200公尺，宽度增加32.4公尺，梁底高预计抬高1.2公尺，可解决临安桥混凝土劣化问题，确保桥梁使用安全，提高交通疏运，亦可打通运河游船的瓶颈路段，使安平旧城区与萨卡利巴能以水路运输连结至和乐广场，重现安平运河100年风华，将成为台南市一大亮点建设，带来观光人潮。河尾路是中西区、北区通往安平的重要道路，交通需求量大，是台南安平旧城区东边出入主要道路。平时交通尖峰时间或遇到假日观光潮，常造成交通拥塞。
台南市政府为疏解日益繁重的交通问题，向内政部极力争取核定补助3.5亿元经费，办理台南市中西区河尾路5段延伸工程，于109年9月1日开工，辟建道路长度约1公里，宽度30公尺，双向配置各2快车道、1慢车道，已于112年9月27日顺利完工，历时3年。2、1，请剪彩！台南市中西区河尾路5段延伸工程正式通车。那今天在此办理的一个谢土通车典礼，除了要保佑我们用路人的一个行车平安之外，也未来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安平区以及我们的中西区的交通能够更具的改善，更具的完整。那也希望能带动我们这个安平区、中西区、北区以及安南区等区域的一个整体的区域的一个发展。因每年7月是鹿蟹迁徙繁殖的季节，此工程也采取专家建议，增设鹿蟹通道于分隔岛、双孔乡涵处及增设护蟹减速告示牌，确保鹿蟹移动安全，保护生态。新辟工程完成后，可分担安平旧城区车流，活络带动整个安平区、中西区、北区经济及观光发展，让交通路网建制更加完善。